一通，通过一支。红牛，现是好朋友，一只大金条，两只做上球。哇哈哈，节目就要开始啦！讲这个得了看，卖东西的狗又来了。点，给得了看，给金币后买个东西。给得了买哟，给得了买哟。大家听就小弟，金币买东西的狗，我买个本大哥。噔噔，是黑了解。大家看，这是安乐综合大一通，通过一支。这个过一支就你好无穷款了，等下也能是我弟咯。好嘞，我哋买是本太家看下，综合大一通，通过一支，有几好用。也能看，这是乜个呀？黑林哥。好，大家看好了哟。这是林哥，这是木瓜，这是香蕉，是爱同林哥、木瓜还有香蕉。用综合大一通，通过一支，打下呢，家庭会变成有想要呢。变高级，安静哦，会变高级，因为你是一台，林哥没事在打，木瓜没事在打，香蕉没事在打，满街都是在打街，综合大一通，通过一支。一支，你看，林哥一大好嘞，木瓜一大好嘞，香蕉一枚大好嘞，嘿，用综合大一通，通过一支，打出来个高级，真好啉，都想啉嘛，我边个个想啉？那我们快去打电话订果汁机吧。咕咕咕，世界真厉害的英雄 Super Chicken 了嘞！就天秀，就爱老了，是点是嘞？你在买果子嘞？这个超人给得了单手。真勇敢的 Super Chicken， 听说会完成这个任务。唔记得带果子，冇问题，抗牙解。用招来嘞！恁过来嘞！木瓜来嘞！这个超人按落来。哎呦，果汁机怎么还没有送来呢？巧噶，怎么还唔来呀？林哥、香蕉、木瓜，拢有嘞。家庭果汁机来嘞，但是等饮时打来啉嘞。怎么还忙来呢？叮咚叮咚，果汁机上来喽！我去拿，我去拿啦。哎呀！列子黑，综合大一通，通果汁机。我唔吃。也是林哥没事在打，香蕉没事在打，木瓜没事在打，马街都是在打街，综合大一通，通果汁机。那我们快把果汁机拿出来吧。怎么系一支嘴呀？冇想，又有人系综合大一通，通果汁机。果汁真的是这样打出来的吗？咕咕咕，世界真厉害的英雄 Super Chicken 了嘞！就天秀，就爱老了。
出去，天朝未完成家嘅任務。唔記得帶稿子，冇問題，靠牙計。今朝來咧。拎過來咧。木瓜來咧。幾個少年，按落啦，我是香蕉，我咪我是香蕉，我是菱角，我咪我是菱角，我是木瓜，我咪我是木瓜。香蕉、菱角、木瓜，愛儂愛。幾個少年，佢哋來睇笑。幾個少年來咧，空係要技巧。香蕉、菱角、木瓜，幾個少年，按落啦。喂，係賣東西嘅叫遐？喂，唔好，我是黑呀。我問你，做乜唔寄來嘅種下大熱湯，通過接機，係一機處呀？你係咪記唔出嚟？我唔錯噶。該是黑，蘋果沒事的打，香蕉沒事的打，木瓜沒事的打，乜雞都是的打嘅種下大熱湯，通過接機。唔過，按你打，個字咪打快俾你。這係因為也方法唔錯。我將愛按你啦，打，總下打，個字是咪打出來咯？唔過，我要選打，個字咪打唔出來呀？那麼，按你啦，既然唔用總下打字通個字機打唔出來吼，按你我是送一台諾機好咧。乜計係諾機啊？哈！呢個唔都唔啲咧呵。諾機是係蘋果沒事的諾，香蕉沒事的諾，木瓜沒事的諾雞，種下農事的諾，強下雞，諾機。哇！等空來到顯現，我想兩台咧。好，我驗試翻一台諾機本。落啦。送諾機。諾機來了。咩諾機係諾機，冇想到你擺按鍵啊！我哋拿。你係乜雞呀？奇怪，你阿妹阿婆攞鐵頭款的東西呀？你咁真件是得攞過去？我咩唔知耶。安江靜看，賣東西的狗又上電視了。記得來買，也係蘋果沒事的諾，木瓜沒事的諾，香蕉沒事的諾雞，種下諾強下，諾機。有樣呀，你有樣是的，攞出個機票。別同我講。西瓜哥哥好。小姑好。西瓜哥哥，你西瓜哥哥叫嘛？對啊。安尼，敢說是香蕉哥哥？香蕉哥哥我認識啊。安尼，敢說是菱果姐姐？菱果，蘋果姐姐我當然也認識。鳳梨哥哥嘞？鳳梨哥哥我也認識。我有好多的水果朋友，除了香蕉哥哥、蘋果姐姐、鳳梨哥哥之外，連草莓姐姐我都認識哦。那我可不可以偷偷問你，你這些水果朋友都住在哪裡呀？你猜？你能很沒帶頭夠字眼？不是。也係帶頭
笨熊？也不是。敢讲是带头是长工？当然也不是啊。哈，啊，你人到底是带头内行啊？啊，我知嘞，是秘密。没错，就是秘密。嘘，小声一点，不要告诉别人哦。一条山路弯弯弯，两节火叉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叶头发 wonderful。一条山路弯弯弯，两节火叉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叶头发 wonderful。一条山路弯弯弯，两节火叉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叶头发 wonderful。山路弯弯弯，两节火叉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叶头发 wonderful， 四叶头发 wonderful。红姑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就相叫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你在飛啦！感謝收看。